今次嚟到元朗鑽石餐廳，佢室內都幾光猛，而且都好多座位，都係經典西餐廳嘅格局。今次就食午餐，午餐就有餐包同餐湯俾埋，仲有親飲，凍飲嘅要加3蚊啦。呢個係煙豬腩肉卡邦尼意粉，豬腩肉又唔會太肥嘅，煙得都幾好食，而且個醬汁都好濃嘅奶油味。西京燒鱸魚柳，魚柳都幾滑身下，配上個特製醬汁，咁就可以提升咗啲魚肉嘅味道。呢度啲午餐都好多款選擇，都係88蚊起，亦有下午茶餐。我見到都幾有特色下噶，晚市都有2人餐，548嚟講呢，2個人特別值，又唔係太貴，散叫都有嘅，頭款都好多選擇。套餐冇乜心水嘅話呢，可以睇下其他食品都得，有意粉、有扒，仲有意大利粉添。咁有一份冷水水啊，甜品都有6款啊，兩樣都好有特色咁啊。佢都好多識力出嘅飲品，睇落去價錢都幾吸引。呢間呢喺元朗嘅水車館嚟。影片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